各位姐妹，今日咧係第411條，問嘅就係咧社會點樣能夠保證社會正義呢？嗱，咁回答呢一條問題咧，等我哋咧翻到啲最基本嘅觀念嚇，就係咧人係最根本嘅啊，因為人咧係天主所創造嘅同埋所愛嘅呢個對象係嘛？咁啊有人，然後先至有社會啊嘛。然後先至有國家嘛，係咪啊？所以有啲人話咧，應該愛國先嘅，愛家先咧。有國因為有家咧，有家先有國咧嚇。其實呢個問題咧，唔係家同係國嘅對立啊，而係先應該以人為重，因為人咧先至係家庭啦、社會啦、國家啦之所以成立嘅最終目標嚇，一切為咗人。所以社會點樣能夠保證社會正義啊？就係當呢個社會咧係尊重人嘅尊嚴同埋權利嘅時候。好啦，點樣先能夠係尊重人嘅尊嚴呢？要尊重人咧，通過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每一個人咧應該將佢嘅近人視作係另一個自己，一無例外啊！即係個個都係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呢個係負面嘅。然後咧正面嘅就係我想人哋點樣待我呢？我亦都點樣待人，係嘛？咁首先咧喺呢個對待當中，喺呢個相處裏邊咧，就以顧及近人嘅生命為首要咯，係嘛？如果生命都冇都唔存在，咁點嗱？即係胎兒，我哋都要保護就係呢個原因啦，係嘛？同埋咧，要到一個尊嚴嘅生命一個尊嚴嘅生活一個人咧所需要有啲資源嘅嗱，譬如咧要有教育啦，係嘛？要有基本嘅醫療啦，要有房屋啦要有集會嘅自由啦、結社嘅自由啦等等呢啲咧要受到尊重嘅。咁咧先至能夠保證咧社會正義除咗個人嘅層面之外咧社會咧都要實現某啲條件尤其是建立啲制度啦或者立法啦，去容許咧個人以至社團咧係能夠咧按照佢哋嘅本性啦同埋佢個召叫咧享有佢哋應該得到嘅一切譬如咁中間呢個團體一個嘅信仰宗教信仰團體咁佢哋呢啲教友聚合埋一齊有信仰嘅自由啦，有彌撒嘅即係一齊集會舉行宗教儀式嘅自由啦當然就以唔違反法律為先啦，梗係嘛？咁但係法律應該保護，應該係製造一個環境，讓佢哋活出咧人有嘅呢個宗教嘅層面嘅需要所以到最後尾咧就其實唔係啲乜嘢即係正義咧，好似使人咧覺得啱唔啱咁樣，但係其實咧正義社會正義都係基於嗰一份嘅彼此相愛尤其是咧係愛嗰啲最無助嘅一群所以今日咧俾大家嘅聖經金句咧就係嚟自馬太福音嘅25章40節，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馬太福音25章40節。